谢谢平安，敬拜时间到了，请按紧咱的心，走到。真侪人咧问，啥人会当互阮得到福气？上主啊，求你用你面的光照阮，你让阮心内有欢喜，赢过人得到真侪五谷甲成就。咱来吟圣诗305首，圣诗305首，我的心心你着唱歌，请起立。请坐，这是咱三甲来祈祷。我伫天地爸，伫生的主日，你也会今日搁一遍聚集伫你的宝座前，来三甲吟诗、学乐、敬拜你。这是何等的快乐！阮感谢你，你也有透过阮的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互阮得到你的保守。得到你的赏赐。今仔日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定上年的暑间纪念主日，透过信仰的前辈，激励阮有看重上年的时间。阮知人的肉体、心神一日一日会渐渐衰微，毋过你是阮的倚靠，是阮的气力，伫阮的年老的时，你无要离开阮，你无要放杀阮，你要阮将你的气力传予下一代，将你的大权能来指示将来的人，伫人生变老的过程中，重新来明白家己，陪伴家己，爱惜家己，活出健康快乐的老人生活。
永远有望成为别人的祝福。主耶稣基督，伫你的名所设立的公共教会，伫社区中成为福音的记号。伫牧师领导的兄弟姊妹，大家因群做工，为主来做见证，得到真好的祝福。伫10月15，阮要补选明年度的长老执事，求信神的祝福，感动每一个人的心，伫选举中选出愿意为主做工、好品行、好模样的同工，协助牧师来伫你教会引带会友，伫信仰的上来三扶持、三勉励。即时，阮也为着出外病痛的兄姐，袂当来到圣殿参加敬拜，来祈求你互因由阮得到你的看顾，保守因一切的平安，也求信神拍开阮的心门，领受对你遐来的启示。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好，即时来学了听圣歌篇。学了进前，咱来看圣经吼，记载有3位的阮的圣经吼。第一位是第一传道书吼，第2章第1节到第2节。我对好，咱来先看那个启应吼，启应。咱启应文第6篇吼，我来替兄姐来引。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这声，去对别个神明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无甲我放杀伫阴间。这声，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好，咱来接受上帝的话吼。记载有3位吼，第一传道书第2章第1节到第2节，第一位吼，来，我对家己讲，来追求享乐，看有啥物好处，结果这嘛是空虚。我讲，生笑是天空，享乐嘛是空。过来，咱来看第2位的圣经的记载吼，伫传道书第2章第24节、25节吼。人上好是来啉，来食来啉，享受因打拼得到的成果。我看这嘛是上帝的安排。若毋是对上帝，啥人会当啉食享乐？过来，咱来看传道书第3位的记载吼，伫11章第8节。11章第9节吼，人活偌久，就快乐遐久，毋过嘛，就记得黑暗的日子，因为黑暗的日子会真久，要发生的事拢是空虚。
少年人啊，要伫年轻的时欢喜快乐，伫少年的日照心所欲爱，目睭所看见的去做，总是着在为着这一切，你着对上帝负责。以上，好了，咱来请新歌队。感谢信华队的学乐，我爱听主的声。这时正道，咱来请咱的本堂的牧师吼，伊要今到要正道的题目是享乐的虚空。兄弟姊妹平安。这礼拜就是中秋，我相信有真侪兄弟姊妹等于到伊的故乡，甲亲人三工聚集。后礼拜是咱的双十节，嘛是连续的假日，差不多有4天的时间。
所以咱有真兄弟姊妹，这连续的假期啊，咱有出外吼，上帝保守咱会当平安啊，去享受真好的这个假期，甲亲人三人做伙。啊，会记咱伫10月15啊，这是真重要的日子啊，就是咱会员合会吼啊，所以假期了后，咱兄弟姊妹都会记转来吼，参加礼拜安尼，啊，咱会当合会顺利来进行，会当补选咱的中职。那今仔日呢，继续要来分享啊传道书的系列的讲经哦。那这礼拜要讲的是享乐、快乐。快乐是差不多普世人所共同咧追求的生活目标。咱若咧当祝福时，拢希望讲，希望你当过了幸福快乐。每一个人拢咧追找快乐。但希望每一个咱家己、咱的亲人，拢会当快乐来过日子。咱真正努力付出工作、努力的代价，嘛是希望咱家己会当过了真快乐的一个生活。啊，唔知快乐是毋是你本身的一个要求？啊，迪士尼公司吼，啊，这是真大一个企业，因咧卖啥物物件呢？因的商品就是快乐，他们在贩卖快乐。那所以呢，真侪人足需要快乐，然后去到迄个所在，想要安尼付出真大，会买门票，啊，然后希望伫遐一天两天会快乐。所以呢，因的核心一个概念就是讲，希望你来到这个所在会当得到快乐，希望对遮出去了，你拢有一个真快乐的回忆。老爸老母带囡仔去到迄个所在，上大的快乐就是看到囡仔快乐，所以大家相同快乐。快乐的形式，因为人的需要无啥共款，上爱普遍就是食物件，吃喝快乐安尼。所以咱若去巨城的时阵吼，巨城上较侪人所在是倒位呢？4楼常常咧去拢知影吼。有两个所在比4楼佫较快乐，就是1楼地下室。哦，你若去的时阵吼，安尼客安尼满安尼地下室。佫到7楼，迄是甲室内吼安尼。啊，所以大家拢入去了，你逐工拢客满。所以你若买伫遐食物件拢会排队，安尼去遐快乐。啊，佫有一个所在原来毋是3楼，原来是咧卖物件、卖衫，结果呢，即马一半安尼开阔出来，啊做餐厅卖食的物件吼。一直咧扩展啊，吃喝快乐。每一个人的快乐方式无啥共款，这是上个基本安尼。啊，当然佫有真酒啦，吼安尼，啥物酒啦，吼安尼。所以啉酒伫逐种快乐的场面中间，拢是有酒，所以酒嘛代表某一个快乐。所以饮料中间酒一般来讲是伫大卖场中间是足普遍的一个，足普遍啊，而且真多啊，这个物件。即摆有真侪服务业。大部分拢是甲快乐有关系，形式无共款。可能咱拢捌去过，餐厅你捌去过，电影院你捌去过，你看旅游业、旅游公司，你可能捌去听音乐会，你嘛捌买一寡只音乐的产品，流行歌还是古典的音乐，你嘛捌去看过艺术的表演。你可能我捌看过这个运动的比赛，啊，这种是一种的，互你快乐的物件。这边少年人可能玩电玩，然后去到电脑内面玩这网络的世界游戏。所以这物件拢是物质方面，还是感官方面，互你带来真大一个快乐。当然，还有一寡是精神方面的安尼，吃喝快乐。但是有一寡人为着要达到某种互伊快乐目标，伊放弃吃喝快乐。我去健身房的时阵吼。拢伫遐咧讲，你这袂使食，迄袂使食，你要严格控制你的食物，吼咧。无说牛去教真厉害，逐工拢伫遐计算爱食偌济物件，吼，分量安尼，为着要互伊肌肉较有咧安尼，这叫增肌消脂。我讲什么是增肌消脂？哦，就讲增加肌肉，消除脂肪。逐工伫遐计算偌济物件爱食，袂使食偌济。啊，所以这是因若伫遐时有感觉达到这个目标，
拢伫遐比肌肉，去到遐时候，我看有一寡较教练要参加比赛，拢伫遐比肌肉，这互伊快乐。虽然安尼食物互伊真痛苦。快乐嘛是对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亲子中间的关系，友情朋友做伙啊，着安尼讲话开讲安尼吼，练小话，足欢喜的安尼吼，这快乐。唱歌嘛真快乐，安尼你娱乐伊的兴趣爬山安尼。爱情嘛，互咱真快乐。即卖快乐方式伫各种方面，即拢是咱期待所要求去追求的。快乐会当真做侪人因中间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希腊有一个哲学学派，叫做伊比鸠鲁学派，安尼。因强调就是一个快乐哲学。你可能毋知影真深的一个哲学的理论。但是因所强调的物件，就是现在咱真侪人所追求的。快乐是人生追求的目标。人一直咧努力的，就是希望会当得到快乐。所追求的、所付出代价追求的，就是让得到快乐。所以对伊比鸠鲁这个学派来讲，追求快乐是人生上界悬的目标。什么是快乐？这当然比咱所理解的这个快乐暂处无啥共款。咱感觉讲食、啉、物质就是快乐，但是咧快乐有较大的哲学的思想内面。伊讲吼，无痛苦的状态就是快乐的基本。所以有真侪快乐是为着会当排除痛苦。所以咱食物件的时阵，会感觉讲食物件本身呢，其实是会当美食，互你食了咧好足欢喜的。但是食物件，互你快乐，基本上上界重要就是排除饥饿的痛苦。安尼。那对一寡追求美食主义者来讲你若无互伊食足好的物件伊就非常感觉无，伊食迄个无好的物件足痛苦安尼。有一寡咱的姊妹感觉讲迄个食物对饮食太过真敏感这物件若化学的物件，伊就食到足痛苦，所以伊食的物件拢有机的足清气的物件袂当有化学的物件，袂当有其他的成分。所以对伊来讲，食物件本身都要达到迄个真完美的状态，尤其才是真快乐安尼，排除痛苦，排除互你无快乐的因素。所以这是你会当追求快乐上界大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什么互你痛苦，这样物件就是你该排除。所以，你会当得到快乐本身，这是非常重要，而且快乐本身是非常重要。然后，这个伊比鸠鲁学派讲，因为快乐是真重要，排除痛苦是基本的，所以为着要达到快乐的本身的目标，无论什么种手段，无论什么种方式。只有会当排除痛苦达到你的快乐，安拢会使安尼。这就真大一个问题。抑饿当然是互咱排除这个抑饿，互咱食。但是呢，如果你的痛苦是真大的忧愁，你敢会当啉酒来互你快乐，减除迄个忧愁的痛苦？会使为着要互你。借酒浇愁安尼你就去啉酒。你毋敢酗酒呢？不要紧你若迄个时间会当忘记痛苦嘛，真好啦，安尼如果甚至较极端的食毒会当互你快乐的时阵呢？我会当享受伫迄个时间食掉迄个虚幻世界的快乐食毒嘛无要紧啦。到极端就是这个情形。所以你即个伫迄所在的时阵，只要互你满足会当快乐，你本身所定义的快乐的时阵，安尼拢会当努力去达到。这就是伊比鸠鲁学派，伊后来受真大的一个论断的批评的一个方式。快乐，因为即摆咱有为着要家己快乐的时阵，安尼咱不择手段，还是咱无去顾虑伊的效果，只要追求你家己本身的快乐呢？趁钱也是互你真大的快乐。你知影迄个送量的艰苦，趁钱互你真快乐时，你敢会当用真大的手段，还是讲造成别人真大的一个痛苦方式，互你家己快乐呢？
会使，对你来讲，因为你人生目标就是快乐。所以这是对人本身的层面来做一个思考，用你家己本身的感受来定义，来追求你所爱的快乐，无去考虑到迄个快乐伊背后这种伦理啦、道德的问题。快乐既然是一个目标，就无去顾虑到伊的手段甲伊的效果。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当换一个名词，只要我快乐，有什么不可以？这个意思是安尼。有时这嘛是教会一种不得不的选择啦吼。我较早一个教会吼，我较早教会，有一个会友医生，伊的爸爸是年纪足大，佮糖尿病，足严重，已经到迄个无度去治疗的代志。虽然咱这病痛吼，安尼然后迄个血糖拢悬到迄个无停无度的吼，但是爱啉啥你敢知？爱啉可乐，所以民生卡拢啉迄个可乐。你知迄可乐偌甜的吼，安尼，拢藏伫迄个所在。因囝医生，伊讲不要紧啦，就到这个程度吼，伊若快乐就好啦，伊若快乐就好啦。有真侪时阵，若快乐就好，所以无计较去效果。当然是无久了，因爸爸就过身吼。人的人生拢是咧追求快乐，但是对咱一个基督徒，咱要怎样来看待快乐？你敢会当追求快乐、享乐？有时伫咱心中都有这种的挣扎。我敢会当追求快乐、追求享受吗？咱的问题是，享受本身敢会因为追求享受，这是疼世界的一个表现。所以伫咱内面有可能你本身是非常富裕，所有你当享受嘛无问题，但是你考虑我到底要享受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相对性。伫早期的时阵，所有人咧穿的衫拢就乌的啦、白的啦、灰色的，但你即摆人穿到非常多的物件。过去的人拢是真落落。但是你即摆会当穿真水的物件。过去的人食了非常简单，但你即摆会当去国宾饭店食物件，会当去食饱费，你敢会感觉有罪恶感？袂因为相对大家现在拢过得非常好，你若去国宾食物件时，你感觉讲，我咧哪食物件，我哪受着非洲遐人伫咧邀个，敢会？那嘛袂吧？你咧食袂落去啊？所以伫这中间，咱嘛。过了真好的享受你讲有追求享受嘛无啊？因为咱伫现在这种生活水准中间，已经有达到咱会当享受这个物件的一个程度。你敢袂讲过去遐人交通拢无好势，所以我开脚踏车上班嘛无啊？你著开车，开车的时候你可能较好的车，双臂的车，因为我是公司的头家，我必须要开较好的双臂的车。这是上帝给我的一种的小事，你嘛袂感觉有这种的罪恶感。所以咱若看到一个长老兄弟姊妹，哇，开一个双臂来，你才要讲这么爱世界，你袂感觉安尼？你若有钱，你嘛去住回建筑嘛，要紧啊！你甲市场做厝边安尼。无来感觉讲想要这么享受，但是每一个人的享受无啥共款。我若去住地堡，我就住出艰苦的，边仔拢郭台铭啊，佮其他，我足袂自在安尼。有一个兄弟讲，无说你若有需要开车，我厝内底有迄个BMW 你若开去袂要紧我拢毋敢接。我若开 BMW 厝安尼，足有压力的，我若开国产车较自在每一个生活方式拢无共款，但是我袂因为安尼怨妒，还是讲你怎么可以爱世界，享受到遐尼好？兄弟姊妹，咱要怎样来看待享乐这项事？基督徒敢会当享乐？会使。今日咱读传道书的时阵，咱感觉传道书是伫圣经内面，因为传道书当然教一项虚空的虚空所以这真符合咱基督徒一个想法。因为世界是虚空物件，所以毋通追求世界，毋通爱世界。
咱得要好好追求信用，因为一切都是虚空。但是咱的生活方面，毋是遐尼虚空，因为咱过了非常好相对的一个生活。你若认真去看传道书的时阵，传道书毋若是教你逐项拢是虚空。传道书伫这个虚空中间，还佫有相对的教你着该享受你的欢喜。所以有一个拉比，伊咧看传道书的时阵，一般人看到虚空，但是这个拉比看到，传道书是咧教咱着爱享受快乐。所以呢，若照咱的信用内面吼，传道书袂使下伫圣经内面。传道书哪会当教示咱好好享受快乐呢？但是你若认真去读的时阵，发觉一项事，传道书的作者，伊本身是一个享受的人，而且伊教咱爱去享受快乐，安尼。伊本身毋是享乐主义，那像这个伊比鸠鲁这个学派的人，享乐毋是人生目标，因为是智慧的人，伊要去体验快乐是啥物。享受是啥物？安尼来了解到底享乐伫咱人生的中间的一个定位是啥物？所以伊为着要有智慧去享受安尼。其实我嘛是安尼啦，吼安尼，享受看看，才看看说，再告诉大家啊，享受不好，但是我已经享受到了。所以有追求了，发觉讲啊，追求高的物件较是空虚。但是呢，无追求高的物件，你无得到的物件，这是一个遗憾。啊，希望咱大家都享受过了，安尼当体会讲啊，这真正是虚空。传道书的作者为着要追求关系享乐的智慧，所以本身有能力就去体验，伊满足各种的欲望，伊体验。真侪快乐，食啦、穿啦、用啦、大啦吼呢。伊所过的生活，哪像皇帝迄般的生活，咱无得过像伊安尼。当伊享受一切了后，伊写传道书内面有关系享乐的一个结论。第一项，伊鼓励大家爱快乐，享受快乐。所以你着去啉、去食、去快乐，因为这是出自上帝安排。过来的所在一直中好，欢喜快乐，这是真大的福气，这嘛是一项幸福的事。人伫伊所经营的事项，着爱欢喜快乐，这是非常好的事，这是应得的报赏。然后，人会当食、啉、享受伊拍拼所得到的。所乐乐的享受，这是上帝所赏赐的福气。所以做你去欢喜食你的饭，啉你的酒，因为上帝已经欢喜你所做。你会当不时穿水衫，头壳常常抹油，身躯抹香水嘛无要紧，享受你的快乐。有鼓励咱享受无有？所以呢，照伊的国话安尼讲的时候，咱就是常常爱享受，毋免去看。这人啊穿了真水，咱嘛要顾虑。啊，其实咱已经在享受啦吼。所以你的衫橱内面啊，是足侪衫吼，啊有足侪安尼穿一遍都无去穿的吼，啊，你嘛是真爱享受穿水衫。啊，有时我若坐伫遐，啊有一个女性，有啲人安尼行过，哦，旁边安尼飘过来，我感觉讲，哦，好舒服哦。我若去到一个所在上班的所在，啊，看到个人安尼淡妆哦，安尼有化妆，有够好诶。边仔来坐无化妆，我就感觉讲，啊，若无化妆咧哦。后来我较体会讲，日本人会感觉讲，化妆是一种的礼貌，因为要你好看，啊，无化妆是足不尊重人安尼。这是一个上班的所在。后来发觉化妆嘛真好。后来我嘛慢慢注重。清茶安尼，感觉啊，清茶的时候，感觉互你较体面安尼吼。所以，兄弟姊妹，这拢是某一种的享受、吃喝快乐。咱袂感觉这是一个罪恶感，因为对着咱生活所予咱的慢慢的提升。鼓励大家照你的能力
会当来享受过好的日子。但是伫这个所在，伊还有一个体会，为什么要鼓励咱会当享受？毋是因为为了享乐而享乐，毋是因为要追求享受，成做你人生的目标才去享受。要享受的原因是因为虚空的日光之下。圣经内面讲到一项，伊讲咱伫日光的下面，伫世间的生活上，乐乐是咱空虚的物件。乐乐是一个虚空，因为你乐乐的时阵，互你真大一个重担。第二，你的乐乐无一定是照你乐乐得到你所爱的物件，一分耕耘不一定一分收获。伫咱过去现在，咱就感觉去工作啊、趁钱啊，咱有收入啊，这是理所当然。啊，而且咱还有政府这种的劳资法咧保障咱的收入嘛呢，所以有工作就有收入安尼。但是古早毋是安尼。伫迄个时代中间，你来看天啊，我去种植，我去野种，无一定有收成啊。我落落的时候，有可能社会真大变化，然后有可能我去做一工的工，无一定趁着会当互我的厝内底人食饱。所以对伊来讲，落落这是真大一个重担。然后落落咧，无一定会得到因所有的，但是有一工，你得到你所有的，一定是上帝赏赐你的，毋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伫这个所在讲到，如果你若是真正落落，上帝也互你得到，这是上帝的赏赐。所以毋通认为讲，我有能力，我有才调，我有知识，我一定得到我所有的物件，无一定。时机，这是咱顶礼拜所讲的。走紧的人无一定得到你的想，有知识的人无一定趁有钱，有气力的无一定会当战争赢，拢无一定。时机的问题，时机是上帝安排，带互你得趁到钱。时机是上帝安排，有真好这天气，有雨水降落，互你得到这物件。如果上帝真正赏赐这互你，这是赏赐。所以，既然是上帝赏赐，你就好好享受上帝的赏赐。所以享乐本身伊的基本的条件，是因为日光下面人的乐乐，然后上帝赏赐互你，毋是你本身所得到。所以为着要报赏你本身的乐乐，所以上帝互你的，既然互你有这条件，你就好好享受上帝赏赐互你的。今仔日咱嘛是同款啦吼，咱今仔日住伫台湾，可能咱有真好这生活水准安尼。拄到你伫生活伫台湾安尼，如果你若生活伫非洲，你会落落无路用。你若生活现在伫中国大陆，而且嘛经济下行，大家拢找无头路。你会知影无论你读偌好，这校出来都是无头路，一般人找无头路。啊，这就是问题面对的问题。所以因只有欠啊，毋敢开钱啊，所以因就真简单的生活。但是咧台湾无共款。偏偏咧落落，偏偏拢读真好的学校，偏偏想要工作，但是咱伫个所在享受这物件，咱袂感觉罪恶感，因为这上帝互咱一个时机甲环境。这种环境时机毋知当时要变化，毋知影。但是趁其他日，咱会当享受的日子，咱享受，而且存着感恩的心来享受。这就是传道书内面所讲的好好来享受上帝互你的时机所赏赐互你的。传道书的作者伊毋是一个享乐的主义，因为伊比鸠鲁这个学派，伊的人生目标就是享受，享乐。但是传道书这个所在所讲的享乐，那是因为这是咱乐乐的报赏。这是咧报赏，是乐乐附带上帝互咱会当享受的，但是这毋是一个目标。日光下面生活非常的艰难，既然是上帝赏赐，咱就享受上帝的赏赐。然后上帝赏赐咱有偌济，咱就决定咱会当享受偌济。所以过去的时阵，可能拢无法度食了真好，所以咱今日食了非常的好。每一个家庭的收入无啥共款，所以
每一个人享受无同款。我相信上帝若互你较做心，你一定会不断提升你的享受的档次，对不对？安尼。过去阮食路边摊，常常伫遐，就感觉讲路边摊真好，即话慢慢档次。若有机会去到国宾嘛袂歹，享食天堂，去到够快乐的安尼。虽然食无济安尼，去遐就快乐，看一物件都足快乐的，看到安尼足快乐，食无济。你袂足快乐，出来足艰苦食了很撑着，这嘛是一种快乐。咱俩穿真好的物件，这嘛是真快乐。兄弟姊妹，会当去享受上帝所得到的，证明这是上帝的恩赐。伫传道书的概念乃是安尼。享乐本身嘛是你所欢喜的，你会当有真好的收入。我相信有机会，你当带你的囡仔去到迪士尼。我相信你当带你的囡仔食好真好的餐厅，带着你的囡仔可能去放假、去度假，这个是非常好的物件。一方面，上帝为什么要互咱享受？因为享受嘛是对劳碌工作的一种的缓和疏解。工作本身是有真大压力、真单调、个无聊，压力真大，所以工作本身这是非常大一个重担。所以传道书这个所在强调，你要享受，因为享受会当来弥补，也是会当互你工作的重担得到较轻松的疏解压力，安尼。一个工作了后，假期，这礼拜3天，后礼拜4天，真侪人去享受快乐度假，为什么？弥补工作中间的压力。开会煞的时阵，也是完成一个工作，可能就烧酒大家来食一个饭啦，庆祝一下。庆祝本身是食物件，但是主要就是互报赏大家的乐乐，安尼大家伫个所在，安尼无用过了后，透过食物件，会当互咱的过去的乐乐会当得到舒压。有一段时间拢去按摩，头按摩是一个姊妹，伊讲来按摩的人，拢是在科学园区内面咧工作的人，了非常的大。大家拢来安尼，有诶是安尼做一寡工作诶，较劳碌诶安尼，拢来按摩。我讲恁按摩师要安怎？恁大家当按摩，恁出力，互大家舒服，恁个用力，我彼此按摩。有一遍我去按摩诶时阵，我诶边仔是另外一个教会牧师，拢是高度压力，遮咧讲教会牧师。迄边北门圣教会主任牧师，两个拢咧按摩，压力好大。我袂感觉按摩这是一个享受，有罪恶感真正需要。所以食物件也是快乐，享受本身这是对咱一种工作的一个舒缓，你就好好享受迄种快乐。第三爱讲的就是。传道书的作者讲，虽然咱会当享受快乐，但是爱知影一项，享乐本身是空虚的。对着，如果你的人生目标是要追求这个快乐，要互你知影，你所追求的快乐，那是真做你人生的目标，有一天真做空虚，因为这个快乐本身就是空虚。少年人，伊可能为着要较享受的，要去买迄个 Apple， 一个3-4万块，伊的工作都无遐济，搁咧读学生，搁咧打工，但是足需要一个 Apple 的安尼吼，所以要打工打3个4个安尼吼，读册也无法度好读，所以为着要享受这个物件，可能工作真多，伊会互工作真多真大的重担，所以要享受这项真多伊的重担，因为伊必须要去工作。夹过来工作来享受，为着要提升伊家己生活的品质，
所以呢，必须要去努力赚钱，去工作安尼。所以为着要追求伊人生的快乐这个目标，所以必须要更较重大去工作安尼，倒变。因为工作是要互咱享受，无毋对。但是呢，为着享受来工作，真做一个重大。有真侪人为着要享受，可能经济力无介好，真做卡奴。但是为着一寡人又要真做要较大享受，所以伊真做卡奴。如果你的能力若当要买20平的厝，你无需要去买豪宅，然后一生变成真重大的侮辱。如果享受真做咱人生的目标，享受有可能真做咱的捆绑，这是空虚。享受第二讲的下面，拢是真短暂的。这种享受是受设计要来暂时满足，还是缓和咱本身的压力，还是满足咱的需要。所以所有的享受拢是短暂的。我食享受，但是食了想要去食，还佫会枵过。我去食物件。无偌久了后，餐厅已经改变伊的口味啊！这餐厅为着要生存，满足无共款的顾客，我必须要半档，还是一档了，我才换整个这个菜单，为着要满足别人无共款的口味，因为这个享受本身会慢慢失去伊的满足感。享乐本身因为边际效益会慢慢失去伊的作用淡化安尼，失去伊的新鲜感得新的刺激，所以不断来开发新的，互你快乐的物件安尼。这是真短暂，慢慢的失去享乐的快乐，这是空虚。有一天，我若年纪变老的时阵，慢慢衰老的时阵，我的享受快乐就愈来范围愈少，所以若到年纪的时阵，医生就甲你讲哦，少糖、少盐、无油、无脂肪安尼。我一边去看医生，20几年的时阵，多高血压药。医生甲我讲，你这袂使食，迄些袂使食，这减量要减半安尼。你的什么肉啊、什么水果啊，都是要一份哦。我都算啊艰苦，我就开玩笑讲，我医生，我的人生我背呢，教你安尼生活。伊讲你是要命还是要彩色人生哦？老迄个选择啦，安尼什么要命不要命？要命就要黑白人生安尼，所以我都无管你啊，我都食药啊，我人生继续彩色的。但是到了一段时阵，食之无味；到一段时阵，若要去要饱和，就真考虑安尼。到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就要真节约我的食物件。到一段时间的时候，我过去所买的衫，我一半拢会除掉清仓安尼。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可能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我要去爬山的时候，无说我较注意的心脏哦安尼。敢站会掉？18尖山猛爬啦吼，安尼百岳吼，你着小可较注意安尼。昨咱有敬拜团的3个同工去爬。毋知啥物山，听讲是百岳迄类的安尼。然后昨暗时回来了，下早7点外过来练敬拜团。哦，少年人，这是少年人，就是毋是阮的。所以过去当享受的物件，阮现在无得享受。所以伫这个所在，他就是讲，人偌久就爱快乐偌久。但是呢，人得趁你少年的时阵，好享受你少年时阵的生活。表示什么？表示你的享乐本身是有一个期限的，是有限的，是暂时的。这是咱所拄到快乐，有一天会达到失去快乐、享受快乐的一个目标。这是虚空，这是咱人生对快乐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你的人生目标若是追求快乐的时阵，传道书要甲你讲的，快乐本身是短暂，而且是到伫后来一定空虚，袂法度成就你永久性一生所追求目标。最后，伊讲一项，享受快乐，就应该伫敬畏上帝这个基础中间来享受快乐。
如果你的人生目标就是享受快乐，敬拜上帝这样事，可能真做你的阻碍。有时我若传福音的时阵，对某一个徒兄牧师啊，当我较老的，安尼，当我靠来信耶稣基督。为什么当然较老？即摆都要享受耶稣基督啊？伊讲无啊，我若信耶稣，我都无法度享受我的人生。所以你就知影，对一寡人，对一般的人来讲，如果人生享受是伊人生的目标，安尼会可能阻止伊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信上帝对伊来讲，那亲像都无法度为所欲为，都无法度安尼照伊所爱来满足伊各种样的欲望。这种欲望有可能就是无好欲望，这种欲望可能是无符合到道德甲伦理的，无法度照伊所爱的物件。啊，真正是安尼。当我拢享受了，我开始信耶稣基督，因为信耶稣会阻碍我享受我的快乐。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对了一个基督徒，如果追求人生的目标，不是追求快乐，不是人生的目标的时阵，倒转来讲，如果伫敬畏上帝，在这基础中间来享乐的时阵，在你享受的时阵，常常存着感恩。因为这不一定是应得的。圣经内面讲到，上帝赏赐予咱智慧、才能，咱来存着感恩。这是申命记迄个所在所讲的，有时咱有一个骄傲，就是讲应得的，我有能力，但是圣经要甲你讲的一项，你的能力、你的机会、你的知识，也是上帝所予你的，拢是出于恩赐。所以会当享受你所得到这物件。时机、能力，拢是上帝你赏赐予你的，所以你享受的时阵，都要存着感恩的心，感谢上帝。啊，有遮好的物件，你家去旅游的时阵，啊，有遮水的创造，存着感恩。第二，因为存着感恩的心，所以伫咱享受的时阵，有一种的界限。你会当啉酒快乐。但是袂当酒醉啊，对不对？你会当享受快乐啊，但是你若做工作时，嘛要认真做。你当享受这真好这物件，但要注意你的身躯啊，安尼，唔要饮食过度啊吼。你当满足某一种欲望，但是不要放纵你的欲望啊。这拢是伫敬畏中间，你所必须要限定的安尼。啊，所以呢，伫这个范老师讲到一项。你的君王，你才会关乎百姓。伊若是教士，伊若伫啉这个中间酒醉啊，这是灾祸。但是你的君王啊，你的百姓，若是伫咧啉这个中间照时啉这快乐，按时阵啉这快乐，这是为着你的身躯的臃肿，毋是为着你的酒醉，为着你的人生的无限的快乐，啊，你就有福气安尼。所以。甲平平咧食，平平咧啉，这项是放纵，无节制。这项是为着身躯的需要来享受，有节制来啉食快乐享受，这是非常好的。最后，因为咱有敬畏上帝的心，所以伫咱享受快乐的时阵。伊讲一项，少年的时阵，咱会当有能力尽咱所会达得到，互你心情快乐，做你心愿所爱的，去看你所爱看的，去食你所爱食的。但是要知影一切这物件，上帝要甲你审问。你若要打电动玩具，你若无一个界限，有可能你的电脑变做是电脑上瘾。真正就是安尼，暂时的快乐，然后这个快乐成做你真大的捆绑，这就是一个无限制的状况。咱来到上帝面前，唔免因为一个道德伦理的关系，然后是限制咱家己，唔免因为信仰敬虔的关系来限制咱家己。上帝互咱就是一个君王、王主的一个生活，
咱就过即种的生活；丰富的时，咱就过丰富的生活；欠缺的时，咱就过欠缺的生活。有一句话讲，有一个人是皇帝生了，皇帝先去食命。大家拢真好，但是呢，想到真济啊！我咧食时毋知有罪恶感的袂。我听来高宾饭店食物件时，毋知非洲遐人安尼吼，遐枵上帝打审判的袂。我看即个会友拢骑脚踏车，我做牧师的人吼，咱开车上班来到教会，毋知吼对不起会友有关系袂？啊，姊妹，上帝享受互咱每一个人生活方式无共款，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上帝互咱的资源。咱会当存着欢喜的心，啊，彼此来分享。上帝是咱快乐一切福分的源头，伊愿意享受，也看见咱会当享受伊享受互咱一切美好的事。但是存着欢喜感恩的心，有节制，然后最后有一个原则。哥林多前书第10章讲到一项：凡事都可做。然后咱来改变，凡事都可享乐，但是有一个原则，这物件对你有利益啊无？对你有利益无？对你本身的健康有利益无？对你生活有利益无？第二，会当享受，但是对别人有利益无？像有一个人。先生酗酒非常快乐，但是等下酗酒了，等下拢家暴，你就知道这是大的伤害。有些人追求家己的快乐，但是造成真大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对你有利益无？对别人有利益无？第三，当你享受这个快乐的时阵，你有荣耀上帝啊无？想从存着感恩的心来荣耀上帝啊无？所以享乐是空虚，因为享乐咱袂当成做咱人生上界主要的目标。享乐是上帝享受互咱的一个恩赐，但是伫敬畏上帝基础中间来享受上帝享受互咱一切好的事，存着感恩的心，互咱来享受成做真正的快乐。咱三甲来祈祷。主，你是阮一切福分的源头，阮一切的快乐、福分拢是对你来，毋是只阮家己本身，阮的能力才调。其实有若有能力才调知识，这嘛是上帝你赏赐互阮。阮的恩赐无共款，有人就真贤读册，有人就真贤做代志，有人就伫伊的文学。有人就伫个科技，有人就伫个音乐，有人就伊个艺术、伊个工艺，无共款的发挥。上帝，你赏赐互人无共款才能，而且赏赐互人无共款的机会，甚至赏赐互人无共款的条件。但是一切拢是你赏赐，而且人伫所追求一切这快乐中间。也互阮知影，这个快乐不过拢是空虚。主啊，上界重要就是你，互阮无听世界，无听这个意爱享乐，超过听阮的主。主只有伫对你的敬畏、感恩的中间，阮会当无挂虑，会当利益阮本身，利益伫众人，也互上帝你得到荣耀。安尼，阮会当真心。来享受你一切的赏赐，感谢你的恩典，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这是咱来应答上帝话，咱来念回应诗信息第611首哈。得主的人有幸福，请起立。
感谢。这时来奉献请肃宪的同工，文娟、玉林、名人。主比听到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世间所有的，拢是对你所来的，拢是属你的。我将对你所来的献予你，用正直、欢喜、甘心乐意的心来奉献，愿你感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报告，咱请董理长老先来报告。咱报告进前，我介绍咱来欢迎一个新来的朋友哦。哇，这沈庆元是不是？是。沈弟兄，沈庆元弟兄，好，我们说，他是住一大底丽水路哈，丽水路运动家大楼，丽水路运动家大楼，哦，要个是无得有吼，要个是无得有。咱沈弟兄，咱欢迎你来公园教会。啊，你过去你是对来，还是本来是新德人？我今日给他接待，伊是高位人，但是来甲做囝。哦。丽水路遐。啊，来找。伊是家己昨下讲，有一个班，讲今日就来教会。欢迎你以后拢会当来阮教会吼，来教会吼，啊随时拢会当来吼。哦，阮教会嘛有双联团契，我拜六个节有双联团契。这边太高。好来，咱来报告。咱今仔要报告的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代志吼。第一件就是顶关写的，咱搁2礼拜以后，毋是后礼拜哦，2礼拜以后，吼，搁2礼拜以后的礼拜日，咱要召开临时和会。咱知影，咱的会员和会是所有的教会内面
上有管理的一个会，比中级会更好管理哦。所以呢，2礼拜以后，咱要来调开咱教会会员临时会员好会。那咱开这个会目的是要啥？咱要来选2个长老甲4个执事。伫这个后礼拜，2礼拜以后，咱要选2个长老，选咱明年度啦，明年度的2个长老甲4个执事。啊，你会当投票的人呢，的名单呢，伫咱今仔日周报顶面，有一张拢咱的兄弟姊妹的名单。你的名若有伫顶面呢，你就会当投票。啊，这个名单嘛有公告伫逐站楼顶面吼，恁哪会去看？假使你若发现有啥物遗失，还是有啥物无拄好的，你会当甲持小长老讲吼，伊就会当尽力更正。安尼好无？这件代志要记哦。咱2礼拜以后，迄个礼拜日，咱2场要做伙，伫10点做礼拜，毋是10点半哦。2礼拜以后，迄个礼拜日是10点做礼拜，所以这第一件好，过来第二件。第二件就是咱已经公告过6礼拜的野外礼拜，咱这边野外礼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互咱兄弟姊妹大家会当搁转来教会参加教会的实体的礼拜。所以因为过去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真侪兄弟姊妹拢还搁伫网络顶面吼。所以咱照着这边的野外礼拜，会当大家搁苦倒转来。所以咱这边无用介远的所在，用咱的圣经学院办野外礼拜。所以目前报名的情形还搁无介理想吼，可能有人想讲还搁2礼拜还搁久咧吼。不过咱袂当安尼想哦，因为咱爱尽量较早报名咧，因为人爱搁准备啊，爱搁准备食的啦，要准备用的啊，对吧？你若伤慢报名啊，到时准备袂赴，对不？所以尤其是咱迄个道食的，咱有分做2种，一种是较自由伫树仔骹较自由去用的，那像白费迄种；啊，另外一种是坐倒的哦。所以你报名的时，你就要写清楚，啊，就较早报名咧吼，互人做代志的人较好做代志，安尼好无吼？所以这就是第二件，伫2礼拜以后，就是10月15啦。主持人牧师有讲吼，10月29，对不起，歹势，迄野外礼拜是10月29啦，10月29，毋是10月15是迄个是咱的合会，咱的会员合会，还个4礼拜啦吼，10月29还4礼拜，所以咱有哪尽量较早报名咧吼，尽量好。第三件，就是咱第四期的幸福小组。对，今仔日开始，咱做咱的同工的训练。这礼拜甲后礼拜，这2礼拜是咱同工的训练。那咱对后礼拜的后礼拜过迄礼拜，咱开始就是有好朋友，就是 best 吼，就会来到伫咱中间。所以咱兄弟姊妹，咱为着这件代志来祈祷，尤其是你家己的亲人，还是你家己的亲情朋友。你若认为讲，你需要，你若认为讲啊，这遐好的家己的人，啊，亲像朋友，真正无享受上帝的救赎的恩典，实在是非常的无彩佮可惜。你就找机会甲介绍，爱当互来教会参加咱的幸福小组，互咱的幸福小组的活动会当互因会当感受迄上帝的疼吼，所以。会当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这是咱这礼拜开始，咱的幸福小组的第4期，就是这礼拜就开始吼。所以咱兄弟姊妹会当为着这件代志来祈祷，来过来。这订便当的代志，你今日有订便当，你就知影。咱以后咱就一张纸顶面，你一边是白色的，你就咱家己要订便当的。啊，另外你若礼拜下晡、礼拜下昼要参加教会小组、教会聚会，你就当写着迄个彩色的迄边啦吼。正手边是彩色的，啊，这边是无彩色的，你就当写伫彩色的迄边吼。过来，过来就是咱的玻璃基督教病院，就是咱苏世强吼，苏世强长老伊伫遐做院长。因即马伫了交通大学，伫10月14，伫交通大学有要办一个
资深音乐会啦，资深音乐会。毋过这是卖票的吼，你会当伫教会下骹一楼遐登记，会当买票吼。所以咱兄弟共同来参加这个音乐会，啊，互因教会的病院的教会会当得到这种帮赞吼。过来哦，过来就是有咱的苏元长长老吼，苏元长老伊伫土库的厝吼，伊伫遐所办的一个比邻儿歌的艺术节、艺术节啦，吼，因对迄个所在的文化活动非常有帮助吼。所以元长老因伫因厝有办这个，啊，伊伫10月21到22，听牧师讲是21迄天是上精彩啦。10月21迄天是上精彩，所以咱兄弟姊妹会当找时间去到伫遐，会当参加因的音乐会吼，啊，会当去遐看看咧，有哪迄有哪时落的，有哪是买票的吼。过来是迄个中正教会新的牧者，因已经因即摆已经来因遮啦，毋过伫10月15下昼3点要举办伊的上任啦。哦，伊的上任甲封牧，因为伊目前是传道尔吼，所以伫10月15下昼3点要甲封入做牧师，啊，先煞正式上任吼。所以咱兄弟姊妹会当去参加，毋过爱先报名，因为因爱准备嘛吼。教会即种大活动拢爱准备，所以会当先报名。好，过来，没有吼。啊，以上报告就到这吼，咱兄弟姊妹，咱大家记的，2礼拜以后的会员会是10点开始哦，吼，大家时间要记好势。好，咱来吟祝福的诗歌401首，401首。完全能祝上帝，请起你。临时煞，请牧师甲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谈、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甲之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